4月27日，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邀请，生活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同一时间聚集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澳洲议会大楼前，进行了大规模抗议中国入侵者对东突厥斯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实施的独裁、欺压、破坏、残暴政策，对中国政府采取的暴力、同化、不经任何程序随便抓捕、关押、压制信仰、屠杀、活摘器官、注射不明药物、强迫维吾尔人与汉人通婚、焚烧穆斯林尸体等等灭绝人性的大罪行进行了游行示威声援，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清楚了解我们所受的欺压破坏。我们一定要齐声谴责，采取最勇敢、最有效、最严厉的反抗形式，表达我们的心声。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其在闭门会谈前，金正恩在会谈所在地和平之家题词：“新的历史从现在开始。”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来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白宫举行会晤，就伊核协议、叙利亚局势、贸易、海关、税收和韩国历史性首脑会议等多个议题进行了磋商。巴勒斯坦支持小组聚集在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手举“我们谴责以色列袭击阿萨克清真寺，以色列永无止境的破坏”和“应把巴勒斯坦归还给巴勒斯坦人民”的标语进行示威，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略。以色列在加沙对部分场所实施封锁，最后被占为己有。中国陕西榆林市米脂县第三中学学生放学途中遭到袭击，造成7名学生死亡，19名学生受伤，受伤学生正在全力抢救中。中共警察已抓获犯罪嫌疑人。领导亚美尼亚示威者的反对派领导人尼卡尔·帕尼西扬指出，实施独裁政权目标者不是一个人，只要亚美尼亚共和党退出政府，腐败体系才能彻底改变。